后来，过来是台中的东兴市场，这个卖猪血的摊贩，甲挂来的猪血一桶一桶就直接放伫个涂骹，面顶也无遮也无盖，都互猪血安尼开现，安尼会无卫生无？摊商讲，这民众买回去拢洗过、煮过才会食。安尼哪会无卫生呢？也毋过台中市卫生局稽查了后，也是无过关，要求摊商马上来改进，若无依照着食安法，会当罚款6万到2亿。规桶的猪血就直接放入咧涂骹，顶悬拢无盖挂。这是台中的东兴市场，摊商就是安尼摆来卖，民众是感觉真无卫生。不会去买这样，就不要直接把东西放在地上，因为会有细菌。民众是烦恼猪血若是无好好保存，会容易生细菌，嘛会较紧歹。若是安尼，因就唔敢买。实际当来这个猪血担，头家经常底猪血桶啊用砧板隔悬，毋过防一味无卫生这件代志，头家是感觉这无啥物。有什么卫生？那个也要煮才可以吃啊。那个不是用拿回去切就可以吃。伊讲伊伫遮卖猪血已经30-40档，认为民众每当去厝里拢会去过煮，所以袂有无卫生的问题。但是其实依照食品安全法，应该爱将食品隔悬，袂当放入涂骹，顶悬嘛爱盖挂。劝导摊商立即改善，为防止摊商再犯，近期将不定期前往稽查，如果未通过复查，将处6万元到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食安处来稽查这个猪血担，已经对头家提出改善的要求，后手嘛无定时来稽查，若是阁发现无改善，共款的依法开单处罚。